人手淋巴美腿療程，專係針對容易水腫嘅下半身，能夠達到血液循環、暢通淋巴、去水腫同埋有瘦身嘅功效㗎。呢個係用100% 死海泥，用熱能幫助你排毒去水腫嘅療程嚟㗎。佢有深層清潔、排毒同埋去水腫嘅功效，而熱能更加會令你身體循環加速，可以加強做完淋巴之後嘅廢物同埋毒素直接排出體外。輪到人手淋巴香薰面部療程啦，係用有效嘅淋巴排毒、面部專用嘅香薰精油，再加上獨特嘅淋巴按摩手法，唔單止可以即時擊走面部同埋眼部浮腫，仲可以塑造 3D 輪廓添啊！到最後，美容顧問就會因應客人嘅皮膚狀況而要選擇適合嘅儀器俾你哋用㗎。